跟咱介绍下晡所上一个议题，安排彰化在地故事，陕西湖面英雄传。大江南京淡气河，遥江秋水甘霖岛，风吹河谷闪耀动，点点升旗啊！无代无志，安尼人遮济阵，安尼一大阵人安尼为阮要创啥？高路财，你什么人？遐人毋捌我自我介绍，我姓阿，苗咧，我做爸，你就是阿爸，你就是阿爸。来注意看吼，咱这拢无经过电视剪接的吼，规粒红啊拢无这个机关的吼，这个红啊伊要安怎抽字吼，要安怎过来写字哦，来。刘彦祥也暗当中方便的装扮，准备要抽出伊的飞钱，写入着马子林下路。哎呦，你看哈，抽出着这个弓字，来，看啥个鼓励者，弓字你抽出来哈。观众朋友吼，赶紧的吼，把握机会吼，无同款的表演方式。伫咱现场遮一因吼，为各位来甲表演出来吼，甲观众朋友做一下互动吼。